看着没啥食欲啊。但是配上这个大汉堡肉，瞬间就不一样了。今天来试试日本旅游买回来的拉面和咖喱，搞一下。中午吃这个咖喱，猪肉玉米味儿，甜口的 ，Kila Kila， 闪亮贴纸20种，开口下边还有只么么咔，里边一个大料包，还有一张贴纸，街舞小八，它只需要热水烫一下就可以啊。这个真是料理包啊！我以为是那种咖喱粉或者是咖喱膏呢。美食博主的视频怎么能吃这么简单？来做个汉堡肉，牛肉糜200克，正好1人份的。来1勺生抽，2勺牛奶，给它们抓烂，得抓成这种牛肉馅儿。再来15克面包糠，黑胡椒和盐。哎呦，这盐有点整多了，拿出去点。1个鸡蛋，给它们搅拌搅拌。切半颗洋葱，加点油煸炒一下，变成焦褐色。炒的时候可以少来点生抽。炒好的洋葱也加入肉馅，洋葱可以尽量切碎啊。我这个感觉不够碎，看着跟那肥肉似的。把肉馅里的空气拍出来，表面光滑的状态就差不多了。不用放油，直接煎，里边的油脂已经够了。中火1分钟就差不多。巨香这个肉，来上3、4勺水。小火焖个6、7分钟，表面是熟了，里边再给它焖熟。肉饼里放了酱油，所以煎的时候它容易焦，但是没事儿，完美的焦褐色。哇，它闻着好香啊，感觉非常下饭。不用洗锅啊，来5克黄油，2勺生抽，1勺料酒，番茄酱，正好昨天吃了麦麦，来上1包，还剩了点洋葱。咖喱就很简单了，它这热水烫5分钟就行。饭也蒸好了，直接倒入。这么稀呀，看着没什么食欲呢。里边是有料，但是很少。它这个样子倒是很像动漫里的。加入汉堡肉饼，有点放干了，淋上酱汁，配上这个大汉堡肉，瞬间就不一样了哦。肉饼给它切一下。先尝一口咖喱，偏甜口，里边有猪肉和玉米胡萝卜，还行，就普通吧，倒是不难吃。毕竟他们那边很多吃咖喱的，这种料理包做的也难吃不了，但是肯定没有自己在家做的好吃啊。那自己在家做可以放很多配料，这个吃起来有点单调。尝一下汉堡肉，哎，好吃哎！我做肉菜基本翻不了车，表面焦香，里边软嫩多汁，肉吃着也很香。酱汁我就放了1包番茄酱，再多来点比较好。现在这个有点偏咸，这个真推荐哎，配白米饭都好吃。这个是买的拌饭料，日本那边很多下饭的小配料，里边一共6袋，还有个小贴纸。beef 牛肉味的 ，tamago 鸡蛋的，哎，试一下鸡蛋的吧，毕竟咱已经有这个牛肉饼了。里边还有点海苔，哎，说实话，这个拌饭料比咖喱好吃啊，吃起来很鲜。你这给我来几袋也能当米饭仙人了。这个汉堡肉可以在家做一下试试。晚上吃伊兰拉面，在日本没吃伊兰啊，看看这个咋样。用的细面，这个量有点少啊。红色秘制辣椒粉，这个是汤料包，它里边就3袋，也没配菜，非常简单。我在网上找了溏心蛋的做法，试一试。冷水下锅，水开之后关火，盖盖焖6分半。家里还有盒午餐肉，它就面和汤，剩下的自己配点吧。这边鸡蛋焖好了，切一个看看状态。很不错哎，它稍微带点流心儿，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流汤的。6分半正好，口感非常不错。水开下面，它只需要煮2分半，非常快哦。面煮好了，加入汤包，哇，这个味道好浓，我一开袋就闻到了。搅和一下，瞬间变色了。这个汤油汪汪的，加入溏心蛋。再摆好午餐肉，家里能做的配菜也就这俩了。要是不搞点儿，它这个就是纯面啊，太单调了。OK， 先来勺汤尝尝，和我在日本吃那碗方便面汤差不多，汤特别浓，水放少了。面也可以，我家要是有面，我就再下一份进去了。午餐肉泡一泡，溏心蛋相当不错啊。吃一半加点这个辣椒粉，它不是那种香辣，是那种纯辣，但是是我能吃的程度。面还不错，就是量少，所以我刚开始煮面就下了单外卖，我就知道不够吃。麻辣香锅 OK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 O不 OK。